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1月14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6篇，但以理书第4章第4节到18节，提摩太前书第6章11节到21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无可指责。上帝的仆人应该要是无可指责的，这是主所要求的工人的品格。无可指责的工人应当是要遵守上帝的旨意，说上帝所交代的话语，特别是我们说先知的呼召还有角色。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奇异的梦，他叫全国的所有有智慧的人来解梦，但是却没有人可以。后来尼布甲尼撒王就找来了被巴比伦所掳的但以理来解梦，但以理则按照上帝的启示来说明解释梦境。这是一个无可指责忠实主仆人应当要做的，也就如同当时候约瑟一样。但以理书第4章第4节到18节记载了尼布甲尼撒王所说的，说但以理是有一个很伟大的神在他里面。经文这样说：我舒适地住在我的宫里，享受荣华富贵。可是我在睡眠中做了一个噩梦，看见了恐怖的异象。我召巴比伦王室所有的顾问来到我面前来，要他们为我解梦。所有的占卜家、巫师、术士和占星家都来了。我把我做的梦告诉他们，他们却不能为我解释。后来但以理进来，他又名伯提沙撒，是我以神明的命名的。他有至圣神明的灵跟他同在，所以我把梦告诉他，对他说：占卜家的首领伯提沙撒，我知道至圣神明的灵跟你同在，你明白所有的奥秘。这就是我做的梦，请你替我解明。我在熟睡中看见了一个异象，在大地的中心有棵大树，它越长越高，直到顶天。世上所有的人都看见它，它的叶子美丽，树上结满果子，足够全世界的人食用。野兽在它的荫下歇息，飞鸟在它枝上筑巢，各种生物都吃它的果子。我正在思想这异象的时候，看见了一个守望的天使从天上下来，他大声喊：把树砍倒，劈断树枝，摇落树叶，打下果子，把树下的野兽轰走，把枝上的飞鸟赶散，留下残干在地里，用铁条围住，跟草一起留在野外，把这个人留在野外，让他跟野兽一起吃草，受露水浸湿，有7年之久。他不会有人的心智，不再有人的想法，他只像野兽。这是守望的天使所决定的，为要使世上的人都知道，人的国度是至高上帝所掌管的，他有权把国权赐给他所选择的人。
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人，也可以使他掌权。尼布甲尼撒王这样说：这是我所做的梦，伯提沙撒，请为我解梦。王室顾问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够为我解释，但是你能，因为有至圣神明的灵与你同在。但以理再来所做的，就是要按照上帝所指示他的去说，因为他是一个属上帝的人，他追求上帝的道路。保罗的教导其实是非常明白的，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教导是非常的严谨。提摩太前书第6章11节到21节，他这样说道：至于你是上帝所重用的人，你要远避这一切，要追求正义、敬虔、信心、爱心、忍耐和温柔。在信仰的竞赛上要尽力的奔跑，为自己赢得永恒的生命。就是为了这个目的，你蒙上帝呼召，在许多证人面前公开宣认了那美好的信仰。其实基督耶稣在旁修比拉多面前作证时，也曾经做过这美好的宣认。在赐生命给万物的上帝和这一位耶稣之前，我吩咐你们，你要忠诚无可指责地遵守你所受的命令，直到我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的那一天。上帝要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使他显现。上帝可受颂赞，独一无二的全能者，万王的王，万主的主，唯有他是不朽不灭的。他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，没有人见过他，也没有人能看见他。愿尊贵的和永恒的主权都归于他。阿们。对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你要警戒他们不可骄傲，不可把希望寄托在不可靠的财物上，而要依靠那把万物丰丰富富的赐给我们享受的上帝。要吩咐他的行善，要多做好事，慷慨施舍，随时记住，这样他们就是为自己积存财宝，为将来建立坚固的根基，好叫他们把握住那真正的生命。提摩太啊，你要好好的持守你所接受的托付，要避免那一些不敬虔的空谈和所谓的知识的荒谬争论。有些人以为他们已经有了这种知识，以至于在信仰上迷失了方向。愿上帝赐恩典给你们，这是不容易的事啊，但是却是必须要做的事情，成为一个无可指责的人。诗篇16篇，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对上主说，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一切幸福的源头。上主忠诚的子民多么的高贵啊，跟他们在一起是我最大的喜乐。追随其他神明的人招惹无穷的祸患，我绝不参与他们的祭祀，我也不祭拜他们的神明。上主啊，你是我一切福分的源头，你掌握我的生命，你的赏赐多么的佳美，你给我的地业多么的令人喜爱。我颂赞上主，因为他指导我。夜间我的良知唤醒我，我时时体会到上主在我的面前，他在我身边，我不至于动摇。
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安稳自在，因为你不会让我下阴间，也不会容许你忠贞的仆人见冥府。你会指示我生命的道路，在你面前我满有喜乐，在你身边我有永远的幸福。主啊，谢谢你赏赐给我们机会成为你的仆人，求主帮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，成为一位忠心而无可指责的仆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